今集帶大家漫遊名古屋近郊，首先我哋會散策萬騎櫻花樹上，感受春風嘅治愈啊！然之後我哋再走進明治時光隧道，呢度你可以體驗到日本文化保育嘅魅力啊！呢兩處嘅背景，等我呢個 I 人喺悠閒嘅當中，就咁樣就充滿電啦！好，出發！阿行遊車河係一個生活頻道，作為一個曾經嘅輔導員，而家係小食店老闆，喜歡郊遊、探討生活心理小知識。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嗱，如果覺得頻道有用，又或者純粹想鼓勵創作者嘅話，歡迎俾個 like 同埋留言指教，最好就係 follow 埋我啦。大家好，歡迎收睇行程啊！嗱，話說我喺網上見到有人出 post 一張超靚嘅櫻花樹上 view，實在太吸引啦。於是我就專程喺名古屋嚟到戶田綠川地公園，誓要坐上去嗰架路軌單車啊！我覺得好似去咗疫情嘅時候嘅西九啊，全部人都喺度坐地野餐。大家好啊！喺名古屋啲10日之旅入邊最後一個行程。點解要排隊呢？我哋去玩空中單車，然之後會經過櫻花路，仍然係藍天，不過唔同嘅係今日櫻花已經開晒啦，前幾日呢都仲係花冧嚟嘅，今日就開晒啦。究竟喺櫻花樹上邊行過嘅感覺係點嘅呢？等我馬上話你聽。位於名古屋戶田市嘅川綠地公園，其實喺名古屋嘅港區係一個非常之遼闊、合適一家大小去玩嘅綜合公園嚟嘅。嗱，公園入邊有1000棵嘅櫻花樹，3月尾去到4月尾咧，河津櫻同埋一款叫做染井吉野嘅品種嘅呢啲櫻花咧，由白色開到滿地都係粉紅色嘅花海，靚到不得了。嗱，我今次最期待嘅就喺公園入邊獨有嘅路軌單車啦，只係100 yen 嘅5蚊港紙就可以踩到單車喺高空嘅單軌上面穿梭櫻花樹之間，微風吹過，花瓣散落，望住下邊嘅櫻花海，簡直就好似夢幻仙境一樣啊！我哋就到櫻花道上啦，有啲難踩喎。我咧就冇乜畏高嘅，不過咧我都有啲重量啊，係有啲唔平衡噶嘛，肯定係。所以咧就都有少少淆底，少少。不過見到咁靚嘅景，淆底都要頂硬上啦。Trees aren't green, the ocean is grey, sky is a vague blue, come my way. My room is a mess, it could use a hand. My favorite TV shows are capturing. I know I must get it right, must get back in the fight. This can't be a surprise, I think I'll let it slide. I'm sleepwalking through all of my problems, I know I can't make it through. Every night it's the same, I keep running fast, left and right, wondering where my head's gone now. I'm sleepwalking through all of my problems, I know. All of my problems, I know. Where did it go? The feeling of thirst, desire to be a rock in my heels. I'm numb as a poison, flows in my veins. 好啦，櫻花就春日限定嘅，不過以下呢個名古屋近郊呢，就1年4季都咁合適嚟㗎啦。大家好啊，歡迎收睇行程啊！今日咧帶大家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嗱，如果你咧係中意歷史建築又中意打卡影靚相嘅話，咁名古屋近郊呢個博物館明治村你一定要嚟啊！嗱，呢度咧唔係一般嘅博物館嚟嘅，係一個超大型嘅戶外嘅村莊，將明治時代所有嘅建築物咧搬到過嚟重現，變成一個村莊，穿越時空嘅一個景點嚟嘅。嗱，明治村重要嘅地方咧，呢度所有建築物咧全部都係真跡嚟嘅，亦即係話佢唔係仿造嘅。
嘅，入邊咧唔係得個外殼，入邊係冇嘢嘅。呢一種叫做移築嘅方法咧，係日本最高規格嘅歷史建築保育方法嚟㗎。就好似我哋嘅美利樓一樣啦。其實咧喺中環嘅時期咧，就將佢每一個磚頭咧都 mark 好晒號數，記錄好晒之後咧，就成件事咧就搬咗入去赤柱嗰度重新咧裝修嘅一樣。嗱，而家唔係搬一棟喎，係搬60幾棟，遠至到北海道嘅一啲明治時期將要遷拆，但係佢哋決定保育落嚟嘅一啲嘅建築物，就揾一個好大地方，係100萬平方米嘅地方咧嚟到嘅去安置佢哋，而且咧係將佢繼續咧係延續住佢哋嘅歷史感喺入邊。所以當你行明治村入邊嘅時候咧，你唔係行緊一個仿古園區，而係一個真真正正置身喺明治時代咁樣。例如帝國大廈、金澤監獄啊，或者係京都嘅鐵路啊，或者係電話局啊，當時嘅人究竟係點樣操作、點樣行過、點樣接觸過呢啲地方，甚至你可以走入去當年用過嘅家私啦、木器啦，有好多歲月嘅痕跡，好似我而家嘅呢啲咁樣嘅台凳啦，全部咧都係明治時期嘅時候留落嚟嘅古蹟嚟㗎。呢一種活嘅歷史咧，係真係可以喺明治村入邊咧獨一無二咁樣咧就彰顯翻出嚟。你可以咁講，直情係呼吸緊明治時代嘅空氣啊！要一日嘅時間細味60幾棟明治村入邊嘅歷史古蹟嘅話咧，幾乎係唔可能噶啦。等我精選幾個地方同大家分享下先。我諗令人最深刻印象嘅一定係個帝國酒店中央玄關啊！嗱，酒店喺大正12年，即係1923年起嘅。咁之後拆卸嘅時候，要將全棟酒店搬過嚟就冇可能噶啦。佢哋盡量嘅將酒店中央玄關同埋周遭嘅位置搬過嚟。據聞呢一度嘅一綠一石咧，都係同100年前一樣咁樣搬過嚟嘅。所以100年前嘅達官貴人，甚至好多嘅外交使節曾經到訪、摸過、睇過嘅地方，如今再一次呈現喺我哋嘅眼前。嗱，而家見到嘅叫做大谷石咧，同埋透明嘅赤陶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複雜而且係好細緻嘅裝飾嚟嘅。嗱，而家畫面入邊咧有幾條稱之為鋼珠龍柱，嗱，佢咧係雕刻住幾何圖形嘅大谷石啦，然後配合咗一啲複雜嘅赤陶啦，然後條紋嘅面磚重疊喺度嘅。嗱，當暗咗之後咧，佢哋就會喺入邊度點燈，然後咧就會透過空間入邊咧光咧就會滲漏出嚟，形成咗光照整個大廳噶啦，非常之有特色啊！呢個係 common room 以前嘅，如實咁樣將台凳搬咗過嚟，而且你可以坐低嘅。我諗咧，淨係一座建築物咧，其實我哋都已經可以玩好耐。上網 Google 下啦，另外佢有一啲聲音導航啊，咁有60幾座，今日點去得晒咧？作為一間外交嘅酒店，佢呢度仲展示咗簽署日俄戰爭條約嘅時候嘅樸殊茅斯和約實際用過嘅嗰張台。教科書入邊咧出現嘅世界歷史，而家就喺眼前啊！真係有啲激動萬分。講多一個少少嘅知識，嗱，而家見到嘅大谷石咧，其實全部都係handmade嘅喎，據說係用咗600個石工嚟嘅去製作出嚟嘅。嗱，當時嘅美國籍嘅一個設計師咧，佢哋就想令到嗰啲石工咧使用機械，一方面咧效率快啲，另一方面佢哋根本咧就唔相信啲石工咧係可以製作到咁完美嘅一啲嘅雕刻嘅。但係啲石工咧就堅持全部咧都要用 handmade 手工作業，結果出嚟嘅效果咧令到設計師震驚無比啊！估唔到日本嘅石工嘅細緻同埋工作嘅態度，令到整個帝國酒店變成奇蹟一樣嘅作品。嚟帝國大廈最重要就梗係佢前廳嘅噴水池啦。呢個前廳嘅噴水池咧，都係喺當時度移植過嚟㗎。接落嚟，我哋去另一個地方，一個我好中意、覺得好靚嘅地方——宇治山田郵便局。嗱，其實咧，呢座建築物咧喺遠處遠望過嚟咧，已經覺得好靚㗎啦。嗱，佢咧係1909年明治42年建造嘅，然之後拆除嘅年份咧就係1968年昭和43年。之後隔咗一年，1969年咧就開始搬遷過嚟明治村呢度㗎啦。建築物咧係一層單層嘅木建築嚟嘅，外邊咧就冚咗一啲銅板啦，而正中咧就有一個圓錐穹蒼嘅屋頂，而左右兩邊咧，一邊咧就係做郵務嘅工作，另一邊咧就係啲人過嚟打電報嘅。好，我哋入去睇下先。
好，我而家做郵局局長啦，帶大家一齊去我嘅 office 先。呢個係以前嘅郵箱，每日8點開行。OK， 然之後呢個係我嘅同事嘅制服，咁就係帶住呢啲郵件，咁就係派信噶啦。咁佢哋有配備咗一個擺槍嘅槍袋啊！點解嘅？點解要開槍嘅？然之後咧就我諗係要準時必達嘅圖標啦。呢度有一個直立式嘅郵箱。咁啊，以前咧其實嗰啲畫咧，其實咧都已經有呢一個咁樣型嘅郵箱出現㗎啦。哇！呢度嘢真係好靚，喺高空睇落去嘅時候咧，佢呢個綠色再配藍色屋頂，然後再有啲白色嘅點綴。哇！以前嘅建築啲藝術感真係夠啊！唔知睇唔睇到咧？呢度有一塊紀念碑銅牌，山田郵便局廳卸兒足記。咁又講解體啦，咁就係昭和43年10月23號開始解體，咁然之後咧就到44年4月15號咧就竣工，就完啦，咁解體完畢。咁又一路講到嗰啲日事啦，到最後咧就係昭和44年5月23號，淨係呢塊牌都已經係一個歷史啦。我哋而家嚟到京都市，帶大家翻去1890年代嘅天主教堂。其實60幾個明治時代嘅建築入邊，都唔係全部都係建築物嚟嘅，就好似而家全日本第一座雙線鐵路橋六鄉村鐵路橋，同埋佢嘅美瀨鐵道1號蒸汽火車呢，就係一個戶外建築嘅裝置啦。咁當時就梗係唔會有而家呢條行人步道啦，係一條純火車鐵路嚟㗎嘛。咁但係而家呢，真係太靚啦！藍天、櫻花、鐵橋、歷史。其實咧，我琴晚咧就係瞓車啊，真係落咗一整晚嘅大雨啊！嗰啲雨聲就滴滴卡啦咁樣啦，咁就都瞓得唔好嘅。咁我於是就好擔心，因為咧我聽日就翻香港噶啦。咁咧理論上咧，如果唔係今日嚟嘅話咧，都冇機會會嚟到啊。但係好想嚟喎。咁所以咧就今日竟然係天公造美，俾大家睇下。哇！其實你睇咗好多噶啦。哇！好靚啊！接落嚟醫肚先啊！今朝早起身過嚟都未食嘢，而家咧就見到有間餐廳啦，咁啊過去，哇大件事，要等咁耐添，咁等唔等好咧？哇！嘢食就唔係好貴，但係超多人喎。一陣間我諗住食蛋包飯，重點係呢個復原翻明治之味嘅雪巴。佢就話犬山城11代城主啦，成賴正士咧嚟到進貢俾佢，進貢俾一個飯主食嘅。咁而家咧佢就重現翻當時進貢嘅，按照住文獻咧嘅記載咧進貢嘅時候嘅味道啊。咁成間餐廳咧都係好復古 feel 嘅，撐少少音樂咧就
就 perfect 啦。雪糕嚟咗啦！唔知道明治時代嘅雪糕，或者係進貢俾藩主嘅雪糕，講到係有一種特別嘅味，係咩味咧？唔好話俾我聽，淨係雲呢拿味。一種豆嚟嘅喎。嗱，起初咧，我睇圖片咧，我以為波子汽水味，嚟到之後咧，我以為係雲呢拿味。但係而家食落去咧，冇乜奶香。亦唔係雪巴，真係好似雪糕咁樣嘅。咁係有一種豆啊，黃豆，但係好淡嘅啫。但係你食落去嘅時候，你就覺得佢係一種豆味啦。好啦，限量，呢個點先？然後我嘅餐都嚟咗啦。唉，馬上開動啊！いただきます。園區嘅飲食嚟講咧，其實好合格㗎啦。我唔知道咧個園可唔可以俾人帶嘢入嚟食咧？不過呢個園肯定係話玩3個鐘玩唔晒嘅。如果你影相嘅話咧，真係整團日。我咧就10點半到入園，而家就12點58分，我等咗3個字入嚟。咁我當我12點玩到12點8啦，我淨係玩咗5個丁目入邊嘅1個丁目啫，我玩咗5丁目啫，仲有1丁目、2丁目、3丁目、4丁目，我係未玩。好啦，食完啦，一個飯再加個都幾好味嘅雪糕啦，不過800yen有啲貴，就加埋2300yen。而家我哋即將出發啦，咁繼續我哋嘅行程啦。哎呀，我本來可以搭呢架車，慢咗一步添。呢架呢已經係超過100年歷史嘅電車啦。不過唔錯，但係可以影到都好嘅。嗱，咁多建築物我肯定介紹唔晒啦，就算我介紹晒，你哋都唔會睇晒啦。我介紹多一個，我覺得都幾特色嘅地方。呢棟小學呢係真係一磚一瓦咁樣咧拆落嚟之後咧重修嘅，點樣可以做得到啊？各位觀眾，呢個就係以前嘅 projector 啊，幻影燈。睇下佢哋睇啲乜？就係睇啲卡通吧。以前高等小學教育嘅歷史書、數學書、高等科兒童用福利法，哇係搞唔掂。好啦，到音樂書啦，然後仲有 vocab 要讀嘅。原來100幾年前佢哋嘅體育用具入邊係有啞鈴㗎。上堂啦，打鐘啦。好啦，我哋走進去課室入邊。哇！大家有印象嘅話，呢段片一開頭嘅介紹呢，就係喺呢個課室嗰度㗎啦。呢個建築物呢，原本係作為三重縣立師範學校嘅主要校舍嚟嘅。係啊，係師範學校，起初係培養小學教師嘅。後來到1928年呢，就搬遷到明章市，就作為倉池小學使用啦。教完啲教師出嚟之後呢，就變成咗教小學生嘅學校啦。好啦，咁多建築物真係講唔晒㗎啦。我唔知大家睇完呢段片之後，中唔中意一個明治村呢？反正我就好中意嘅。嗱，如果你能夠睇到呢度嘅話，證明你對明治村咧係非常有興趣嘅。嗱，花多1分鐘睇一睇呢個明治村嘅由來，你會對呢度更加產生好感啊！嗱，明治博物館咧可以講係日本最大規模嘅戶外博物館嚟嘅，佢都有個古仔喎。1940年建築師谷口親郎咧，佢目睹日本有一個非常象徵文化開化嘅意義嘅鹿鳴館，因為老化咧就被拆掉。由此咧，佢就開啟咗要有明治村呢一個咁嘅概念。後來谷口咧就成為咗第一任嘅館長，
生於明治時代嘅佢喺嗰一代入邊咧，佢覺得嗰啲建築物唔能夠傳諸於後世咧，感覺到非常之遺憾，內心入邊咧就生咗一個諗法，希望能夠將面臨拆卸命運嘅明治建築物咧搬到去某一個地方度保存，並且向社會開放，作為一個禮物咧係留給後人嘅。結果明治村博物館咧就喺1965年3月嘅時候咧就正式對外開放啦。我喺參觀明治村博物館嘅時候，一方面讚歎日本人真係幸福啊，竟然有一個咁有吉史嘅人將佢過去100幾年前嘅建築物咁樣悉心嘅保護落嚟。同一時間都喺度諗，如果香港有一個好似谷口一樣咁有吉史嘅人喺100幾年前開始就為香港嘅建築能夠保留到我哋呢一代都可以睇到嘅話，你話幾好呢？皇后碼頭啊，又或者更遠嘅嗰啲荔園啊，或者再名園啊等等嘅可以保留落嚟嘅話，相信呢，我哋今日或者我以後嘅後一代呢，一定會對香港更加嘅鍾愛。好啦，多謝大家收睇，下集見，拜拜。